欢迎大家，怎么说？我唔知广东话了，说一句。欢迎大家来到文化中心。那大家知道，文化中心呢，在华人社区，在唐人街，从1973年开始筹建，一直是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个温暖的家。所以我看到今天大家来到这儿都很自如，那我们就是来回家 happy 一下。多謝大家嚟到我哋中華文化中心，大家對文化中心都好熟悉㗎啦，尤其我哋嘅老師喺度有講咗好多次，表演都有好多次，所以大家對呢度一啲都唔陌生。我哋見到你哋都好親切，歡迎你哋今日嘅到來。大家知道，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中心的执行理事，也是我们中文学校的校长金马陶校长。我想很多人可能都跟陶校長學過中文，可能或者孩子學過中文。咁佢介紹咗我係文化中心嘅總監，亦都係中文學校嘅校長同埋咁呢位黃麥女士咧係我哋嘅佢係黃博士嚟嘅，佢係我哋嘅文化中心嘅理事嚟嘅。咁而家我哋講座咧，全部都係由佢哋做主持，佢哋做嘅。咁而家今日又要加埋我咧，因為佢唔識講廣東話，所以我要嚟撐下佢長歌，佢翻譯做下嘅咁樣。校長接着您介紹一下我們中文學校和文化中心。中文學校就唔使嘥大家時間，大家都知道中文學校又有學院又有年院，由4歲到18歲都有得讀嘅，就係佢叫我入嚟見我。我哋好，咁就文化中心大家都知啦，我哋而家咧就喺度好熱誠咁樣喺度佈置緊禮堂，整個而家有嗰個大屏幕，一陣間你哋得閒咧，你哋就行過去得個咁大嘅好靚啦。我啱啱去睇咗一個禮堂咧，嗰個大屏幕就好靚㗎，咁啊老師咧可以再做一場喺嗰度，佢哋咧話好開心啊，唔需要再掛咁佈景啊，直情用電腦撳咁就得㗎，所以一陣間你哋唔會就可以過去參觀下。郭記同我講咗。係啊，今日我哋啱啱先睇完我哋。我們現在這個活動呢是在直播，也在錄攝像，所以大家如果晚到的朋友呢，請你稍微安靜一下。我知道大家都是粵劇迷，現在都很高興要問候。那我們隨後講座之後呢，大家可以互相的致意。謝謝，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身份，謝謝。佢話咧，我哋而家咧係直播緊嘅，咁就有錄緊啲視頻嘅，所以大家講嘢咧音量較低，將你嘅電話聲熄晒。如果唔係咧，入邊就會聽到你講咩秘密都俾人聽到晒嘅，即刻就聽到添，因為直播緊啦，出邊而家都睇到。所以咧，我哋講嘅咧陣間完咗先，咁係咪而家現在就要放那個老師出場？對，是的，因為在暖場就暖的時間長一點。我們今天呢，很榮幸地請到楊海成老先生。楊海成先生呢是戲曲名家，他1959年就加入了湛江市粵劇團。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楊先生。那楊先生呢他一直也開辦好幾所戲劇學校，並且呢在溫哥華的舞台上非常活躍。所以今天楊先生呢就特意來分享他66年的梨園情，他的各種的一些經驗啊，一些演出技巧啊，以及體驗和收穫。係啦，咁啊國語咧佢就講到粵語咧，我就唔使講，我就由楊老師自己嚟講佢嘅66年嘅呢個情懷係點樣嘅。我而家有請楊老師。当然今天来的都是杨老师的对粉丝了，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更忠诚的，也是不是很忠诚的粉丝，一个重量级嘉宾，我们的黄晨晓平博士。黄晨晓平博士呢是加拿大第一位亚裔的女性的部长，在我们的联邦的政府里，而且呢她现在是加拿大枢密院的终身院士。我们请黄晨晓平博士来讲两句。粵劇界嘅各位唔好話長輩啦，應該係話師姐師兄嚇。我而家咧就我唔敢叫楊海成老師做師傅，因為佢未收我做徒弟嘅。咁大家都知道我係粵曲粵劇嘅發燒友。咁因為好特別咧，就係中國我哋嘅廣東粵劇咧已經
經成為世界文化嘅好重要嘅一份㗎啦嚇。咁所以咧就係在座當中，你哋係熱愛粵劇粵曲，咁亦都係可以一路傳承我哋呢個咁重要嘅文化。咁啊，楊老師都唔需要介紹，因為我認識楊老師好多年，佢亦都曾經獲得過我哋加拿大頒發嘅終身成就獎，係呢個係加拿大政府頒俾佢嘅，咁啊非常之出色。咁就我同大家都有數面之緣啦，唔止一次，咁好多時你哋有表演咧，我可以撲到飛或者係時間係啱嘅話咧，我一定係出席嘅。咁亦都係好謙卑咁樣學緊唱曲嚇，咁就所以大家都係師兄師姐師傅嚇，咁就好高興66年唔係一個短嘅時間嚇，咁我諗阿楊老師咧就2歲就學粵劇㗎啦嚇，咁就當然大家陣間會有個更精彩嘅一個講述嚇，佢66年響呢個我哋粵劇嘅曲壇嗰個貢獻同埋嗰個示範嘅我知道，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心睇留心聽。再一次代表我哋加拿大咧係多謝楊老師佢咁多年嚟對我哋呢個咁重要嘅中國文化嘅傳承，亦都當然亦都多謝中華文化中心亦都係我亦都係佢哋捧場其中佢哋嘅禮堂。有幾十萬嘅建築裝修費都係我同佢哋攞翻嚟嘅，咁所以都係亦都係佢哋嘅一個粉絲嚇。好就將以下時間交翻我哋嘅主角楊海成老師。因為我手機關咗先，佢哋咧有電話入。係媽媽嘅指示。OK， 好啦，好多謝各位今日嚟捧場。咁呢個講座之所以能夠做成呢，係全多謝中華文化中心郭主席同埋校長促成呢件事。但係中華文化中心呢，對我哋粵劇嘅支持好大嘅，就係喺記得16、17年時候，我有個粵劇展覽，又係中華文化中心免費，又係借出呢個場地嗰個辦咗7日嘅展覽。對於弘揚中華文化呢，咁呢度係即係中華文化中心呢個功不可沒嘅。另外一個呢，好多謝黃陳小平女士喺咁多年嚟一直對我從事粵劇俾咗好多鼓勵，好多支持我，喺呢度一再多謝。好啦，今日主要講嘅呢，一個就係講話66年嘅梨園情。其實我今日最主要嘅目的，即係以前有關啲講嗰啲程式咧，講好多。標題就係呢個粵劇演員養成記，係點樣？我自己嘅經歷係點樣？通過咩學習，達到自己係做咗一個粵劇演員，雖然唔係大老倌，真係做到啲戲咁咁就講咗我啲。講埋我自己啲生活上嘅體會，學習中國過程嘅體會。我哋做個演員需要從有咩途徑去能夠完成呢樣嘢呢？今日我主要係談呢幾方面嘅嘢。咁呢個養成記呢個
今日呢個談話啲內容嗰啲學習嘅過程啊，啲體會咧，完全係我自己親身經歷過嘅，或者係老師講俾我聽嘅，或者我從書本上睇到嘅個知識啊。咁啊，而家重複同大家講。咁今日我只要講呢個內容咧，先簡單同大家講粵劇演員養成記。咁啊，要經過啲咩嘢鍛鍊，經過啲咩學習，先能夠達到呢個目的。概括而家同大家講一個內容之後，我每一樣再同大家分析講。只要咧係10個內容，第一個內容堅持一個宗旨。點樣堅持一個宗旨咧？我又會詳話乜嘢宗旨，慢慢再分析。第二個話維護2個原則，呢2個咩原則？又一陣再講。第3編織3條線路，第4係4功，第5係5法，第6係6育，第7係7情，第8方融合。點樣8方融合咧？養成一個粵劇點樣培養自己，吸收嗰啲知識，或者呢個養成自己各種嘅表演嘅能耐嗰個藝術嗰個概念啊嚇。9九歸一，最後9九歸一歸翻邊度咧？一陣我再講啊。最後咧10，通過呢9嘢咧，我哋要10分成功，塑造一個人物係10分可信嘅，公眾係喜愛嘅。咁講完呢10樣之後咧，最後咧結合呢10樣嘢，我再表演幾個程式。第一個程式，粵劇嘅羅變化。呢個羅變化點用？佢係做咩氣氛下用？其實我最中意用羅變化，真係粵劇嘅羅變化呢一個程式，即係先輩桂明洋廠做咗發揚光大之後，梁任堂等等個前輩對呢個羅變化好有體會。咁通過我表演羅變化咧，我將我自己體會同大家分享。再一個咧，就係講到即興表演嘅。所謂即興咧，即係講話用我哋粵劇師傅教嘅冇嗰樣嘢教嘅，但係咧，我哋體會咗嗰個學戲劇、話劇嗰啲做小品。我哋嘅小品喺邊度嚟？我嘅小品喺邊度嚟？中國詩詞嗰裏邊嚟，用中國詩詞嘅意境裏邊咧，我就將會同大家講啲分析呢2樣嘢啦。咁後面嘅基調咧，可能好精彩分析羅變化，分析呢個我響講嘅過程咧，講到詩詞方面咧，配合啲小品同大家分享。咁啊，我首先講我自己做粵劇演員，我點樣走上粵劇呢條路？即係我點解我會中意粵劇咧？簡單同大家講，第一，自細咧受母親嘅影響，而家追溯起翻咗嚟。自細喺佢懷中之後，佢唱下啲粵曲，我到而家記得。幾十年之後，我再聽佢講嘅都係唱嘅。韶華到中秋分咧，我一定都平湖秋月潮落，至少就灌輸入我嘅腦海裏邊啦。所以聽咧，到我大都仲漸成長之後咧，街頭高音喇叭播嗰啲音樂，粵劇音樂，好容易就入到啦嗰種旋律，聽到就好舒服。呢個嚟講咧，就係我對於粵劇嘅最初步嘅喜愛，即係喺強暴之中冇親咁樣唱一邊縫衣服啊，可唔可以你坐喺度瞓咧？你坐喺度啊，做咁樣聽輕輕咁哼，佢自己啊好舒服，咁啊自己嗰種神情喺個腦海裏邊仲出現，即係我呢個係第一個啦。第二個從事粵劇咧，仲有一個係鄰居隔離鄰舍同伴嘅形象。初時咧，我哋都唔知做乜嘢啦，我冇呢啲咁嘅打算嘅。但係我哋同屋之中咧，隔離嘅鄰舍，即係有個屋村。咁啊，當時大陸我哋嗰度就冇屋村㗎啦，但係我哋住嗰度叫台路，台山人起嘅屋喺湛江市，一共有2間，前面2間，後面3間，佢整個叫台路嘅5兄弟起成嘅礦日戰爭勝利之後，佢哋搬走咗，
就賣咗俾我哋，咁其中我哋一間。前面咧有個朋友係廣州嚟嘅，咁有時咧即係自己又望住天空，成日見佢口噏噏，佢我唔知佢係英文名啊定係真名，我哋叫佐治陳佐治，佢爸爸就係廣州調落去湛江郵政局嘅，咁我見成日見佢口噏噏，佢咩唱粵劇咯，咁我唱咩粵劇啊？咁佢就舉咗好多例俾我啦。咁話啱啱適逢嗰時候咧，香港片選女婿就將由梁醒波指羅嚟演出嘅。咁佢哋我哋又去睇咗呢個電影，睇咗呢個電影之後咧，經過佢介紹咧，對特別啲小屋，輕輕馬力罩嗰啲小屋嗰啲咧，已經好有印象。啊，咁佢教咗我哋咯。咁啊，後來咧，同屋又有另外一個人做粵劇冇用嘅，好做粵劇，個文工團最好。咁我哋又向往文工團，香港文工團點解咧？嗰時報咗有個文工團喺度，響嗰個湛江市嗰度。咁我哋啱啱個團長個細路個仔又同我成日帶我文工團玩。1956年麗澤鐵路通車嘅時候咧。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工團到湛江演出，嗰時冇劇場嗰啲演出，就喺佢哋而家叫西山公園，嗰時叫做雞嶺，喺一個運動場就劈開條表演俾我哋睇，哇！嗰時好震撼，總政文工團，哇！嗰時正規軍啲女佢哋兩條大孖辮高香，男生嘅斜嘅大，哇！好精神，好想向往。咁個佐治呢又對電影又係好向往喎，咁結果又跟隨佢啦，僆仔嘛跟佢，好多香港片嗰啲家春秋啊、家家戶戶啊嗰啲電影咧，佢成日推薦我哋睇，咁我哋又去睇啦，又係跟住佢俾你睇，咁呢啲對我哋影響好大。如果我對粵劇有啲成就，或者加入粵劇個因素。如果講話係題材，唔知題材冇題材，但係你環境，我住屋個環境喺湛江市，講你聽都唔信。如果你湛江住開嘅人知道，喺我嘅前邊屋企嘅前邊，唔夠600公尺就係群眾劇場，專演大戲嘅。喺我後邊，我屋後邊嘅曬棚落嚟，軍人禮堂。部隊嘅禮堂，後嚟就係地區禮堂，出到門口向左下，唔夠1000米，大中酒店裏面亦有個舞台，大中酒店隔離亦有個同樂劇場，同樂劇場咧後嚟就係我哋湛江市粵劇團嘅團部，就喺嗰度，喺我屋企嘅範圍，展散開嚟咁多劇場，行到中山路亦都唔夠800米，3間電影院。人民電影院、友好電影院，之前解放前嚟叫做文化戲院、百樂殿啊、太平戲院等等啦。後期咧就改咗名啦，因為呢個系列咧，我自細又好調皮。嗰陣時，嗰啲朋友帶我睇戲，我哋唔使買飛，帶我入去，話今晚阿和成帶你睇戲啦，我哋拉住啲衫俾跟住入去。所以喺嗰段時間，排題時代，對睇咗電影咧，好多個電影睇咗好多個大戲。呢個對我吸收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好啦，講到因為我對音樂同埋戲劇同埋電影呢，即係一種愛好。讀小學嘅時期咧，我哋嗰個老師又唔知點睇到我，湛江二小嘅時候，即係而家我啲同學就會津津樂道。小學嗰時候咧，有排咗個戲《黃小兒放羊》啊！呢個戲喺我同輩人喺湛江市嚟講好有名嘅一啲戲，因為佢整個湛江市小學匯演啊嘛。咁我呢個節目上啦，啲曲我仲記得：清早起大乾糧，出門去放羊，心裡喜來嘴裡唱，飯來的呀沒有好好的放。
個舞蹈就係咩咧？咁樣嘅。情也情義，情不情不係咁叫。咁啊有幾個同學咧就扮成個羊咁行去，行出呢度遇到豺狼就想吞羊。咁我哋領導群眾就同豺狼搏鬥啊嘛，就係一個咁嘅故事。但係咧好受落咧，啲民族都好好。咁喺學校入邊咧，暫嗰時嚟到小學就成咗另外。咁由於自己對音樂、對電影、對呢啲有個愛好，我哋除咗音樂愛好之後，我哋運動好愛好。細路仔冇乜好玩，隨街踢波馬路，一個皮球仔就分兩邊，對面屋同埋呢邊屋就打餐咁噶啦。咁啊游泳嗰啲冇錢游泳，我哋偷走入未水。即使係有錢，逢禮拜三、禮拜六我哋先去，因為嗰時喂一彈唔使翻學啊。3分錢嘅游水費，我早上游到下午。咁嚟到個西山公園咧，又係培養我哋呢個對於粵劇方面嘅藝術一個愛好。佢嗰時有好多馬戲團，有好多雜技團，演北雜技團、上海花家馬戲團、河北咩吳橋咩雜技團。咁啊，仲有咩其他人？我哋全部睇，不過我哋報都唔使買飛嘅，堅入去睇，僆仔嗰啲去睇啊嘛。好啦，今太提時代咧，我哋讀小學嘅時候咧，個音樂老師對我印象非常深刻，彭瑞和，佢教我哋唱歌嘅，呢個關於呢場拉嘅。學佢欣賞佢，感覺佢，佢自己又同我哋上音樂課，佢又係體育老師，又係音樂課。我覺得呢音樂好好喎，心裏邊好希望自己有把小提琴。咁當年湛江市咧買樂器嗰啲碟咧，佢冇固定點嘅喎，佢一個布袋吊住，前邊插晒啲燒。隨身就拎住隻機，一路記一路得行到騎樓底就擺低喺度，就等你嚟幫襯，唔會巡一次街就喺度幫襯。呢啲音樂對我啟發好大。結果當我讀到中學嘅時候咧，我就參加咗廣東湛江一中嘅廣東音樂小組。咁咩吹簫㗎嘛？點解吹簫啊？吹簫嗰時我經濟負擔。係負擔起一支簫，5分錢一支簫，嗰個隨街賣個5分錢支簫咁啊，晚節翻嚟 BB 吹到最多咩天涯歌女嗰時，馬龍天使嗰啲歌唱翻嚟，我哋個同屋隔離翻嚟教我哋唱緊我哋唱嗰啲歌，咁啊經過年咁拉，雖然唔成掂，但係自己中意玩。喺一中個樂隊裏邊，同佢我開始進入。因為喺一中樂隊裏邊高我哋幾班嗰啲嗰個潘偉倫，潘偉倫佢爸爸咧就湛江市呢個粵劇團個團長，佢媽媽又係花旦，佢個哥哥又係小生，即係講話佢係湛江粵劇團嘅總主持人。佢話我識湛江劇團招生喎，你去唔去啊？咁當然我去，點解唔去啫？咁嗰時我哋做廣東音樂。玩廣東音樂時，同另外一個同學咧，就好想加入廣東音樂局入邊去玩廣東音樂，因為唱嘢啫嘛。嗰時個概念咁，一帶過去，我話招生應承，我就得一考就考上。當時我考試咧有兩樣嘢對我哋後邊咧都有影響嘅。第一個，佢嗌我唱啲歌，要唱歌試你嘅聲，身段啊、腰骨啊、聲啊，細路仔叭叭聲叫，乜都合格啦。咁我考試唱咗咩咧？就唱《閃女婿》一段中版，就係嗰個鄰居嗰個陳錯字嗰個教我嘅。想我你啊，盡你心，本是知夜的音人。但係嗰時我哋唔識得佢聽有版有嘢，咪估唔到呢啲嘛，就係咁唱。但係總之佢都有。認為我唱歌可以只要聽你聲，佢明知你冇玩㗎，即係啲老師。另外一個考試，佢俾咗個題目我，將我考入劇團之前，
你喺個田間見到個牛食嗰啲禾苗，你應該點做呢？牛食禾苗，你喺田對面，我拿幾嚿石頭掟佢走啦。咁我就示範執起石頭掟。老師話幾聰明，即係我話嗰啲即係個頭腦反得快。其實呢啲當時我哋啲領導啲好多都係話劇嘅。佢哋已經對呢方面點樣培養個演員，你咁注重你個想像力同埋你嘅創造能力。佢考你呢啲小品就考你嘅創造力。咁總之1958年嘅考試，59年頭就通知我入去啦。咁我哋一班小朋友即係入到呢個湛江市嘅田個實驗隊少年班，就正式開始12劇嘅訓練啦。咁喺個粵劇嘅訓練之中咧，而家我66年嘅過程回憶，即係做完回憶嘅整理咧。當初老師教我哋，我個開山嘅鳳耳嚟，成日叫我哋撐大個眼啦，你撐大個眼啦。我成日出去攞副牙線拎個啲撐大你撐下地，就撐大隻眼咁就算你撐。後來咧，嗰啲有啲話劇嗰啲，我哋啲導演、啲團長咧，佢哋都係話劇出身嘅。佢對呢個特別係我哋嘅團長李文團長，佢本身係做話劇出身嘅。文化局委派佢哋去管理劇團，佢喺管理劇團之中，佢充分體會到舊劇團嗰啲老師傅，佢哋對戲曲係好着重講你嘅情色，講你即係表演嘅身段有冇跟斗嗰啲，但係你如何咩嘅感情係一種咩表情咧，佢好少提到。同呢個有冇同步啊？大概啦，接近得啦。我照講咗啦，我唔知佢講到邊度，但係我圍繞有呢幾個問題講啦。咁個老師嗰個導演就問我哋呢個感情，因為咩感情啊？嬲咪出嚟咁啊！我記得後來又再排一個秋歌，第一副已經好快係完成啦。總之你瞪大住眼出嚟，滴答答唱啊，女風先得偉大人啊，唱完之後滾翻挑前上去就做埋啲動作，咁就好話你夠威，就係講夠威就得㗎啦。你唔好講咩感情啊，就滴答做大架橙耳，乜嘢都完成咗，就威得多少嘅13、14歲咁啫嘛，出去。後來到排秋光嘅時候咧，佢另外一個團長，佢又係做緊話劇嘅個指導員，佢同我哋擺，佢話你秋光上嚟，你參個時上嚟，你係帶住咩感情上嚟？我話帶住感情，我參時上嚟揾黑啦。咁就好似佢話你係一種咩環境？你參時上嚟係諗緊啲嘢，參時上嚟。我有人叫佢參時上嚟咧，啱嘅係啱。咁話你另外你會風化啲好風趣嘅，去同你分析嘅人物。咁就經過逐步個排練之後咧，通過啲老師介紹分析咧，原來你演戲除開你係練功同埋呢一個學唱嘢之外，等等嘢之外，你對於一個人物嘅揣摩非常之重要。咁當年咧，由於有咗呢個啟發，我同團長講，團長就介紹咗我睇一本書，呢本書就係《角色的誕生》，係鄭君利寫嘅。我睇完嗰本書之後咧，喺當時1962年左右嘅時候，哇！我真係如痴如醉啦，即係覺得哇！真係原來個角色嘅誕生，佢話劇係要經過咁多步驟，經過咁多理論。聽完讀完嗰本書之後，恍然大悟，真係如痴如醉。你演員咧要完成一個角色，然後要準備咁多工作。咁呢啲係話劇嘅做法。咁當年中國蘇強調講到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嗰套表演理論啊嘛。
嗰度表演理論咧，咁我哋冇接觸過㗎，都係聽個老師咁講，我哋有個咁嘅概念啫嘛。咁就，但係佢呢個角色嘅誕生，鄭君你寫對我啟發好大。咁從此之後，我知道有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呢一回事啊。咁啊睇一兩篇嘅時候咧，好感動。即係你翻一翻嗰啲相片出嚟啊！咁我立志咧，即係我立志，即係覺得我應該除開學體之外，我要追求我嗰、去戲劇理論。點解用戲劇理論用到呢、粵劇表演之中咧？咁我就諗啦，應該除開自己加強呢個方面嘅學習之外咧，第一，我去到廣州，去到上海，專去舊斯坦收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嗰啲詩，然後嗰時開始逐步後來逐步有批判啦。嗰批詩咧我就好平嘅價錢，啲精加嘅時候咧我買唔起嘅，但係佢都係1/50啊，5蚊可能1毫咁啊，我集咗一批嗰啲書嚟，唔係呢個，係啦，呢度都有。嗱呢度咧，即係我問我先俾上個上海戲劇學院嗰個先，有冇揾到啊？冇啊，講俾我係，係啦，呢個上海戲劇學院啦。咁當時我為着想要話自己研究戲曲嘅表演理論嘛，點樣將戲曲理論呢一套表演用到粵劇上啊？即係細嘅時候可能自大嘈疏啦，諗得好苦嘅，不過我都付之行動，因為我成唔知，我想去報讀上海戲劇學院鹹壽生，佢寄資料嚟俾我，我就自己就温習再寄翻去復考，升唔升高咗啲啊？1963年嘅嗰邊我寫嘅，即係俾翻嗰個上海係啦。放大啲，收細啲，做收細，做咗去身。1965年啊，1960年啊12月，我記咗呢個，我就追求嗰個戲劇嘅理論，我一直除開練功、落苦功，亦即係喺同輩人之中，我係旁邊聽嘅，因為我自細冇訓練，但係個野孩子踢足球啊。游泳啊、跑步啊，我成日都去玩嘅，即係個身體功能可能非常之好。筋斗係我最起發最快嘅，咁我排嗰啲全部都係我比較就講係領先嘅，即係我話同學之中係100分嘅，基本上係個第一嘅。隨住呢啲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啲全部係我演員自我修養，嗰啲全部係我舊時他買翻嚟。嗰陣時我哋1個月嘅人工係3蚊嘅啫，1個月人工3蚊，不過包住3蚊俾你剪髮洗頭啊、牙膏牙刷啊咁樣嘅。我每一個月嘅3蚊我都慳1蚊出嚟，去買一張唱碟，1蚊一塊唱碟，我就咁啊。好多呢批書，包括以嗰啲影相嗰啲同嗰啲。名演員啊、羅家寶啊嗰啲人影啲相，佢送啲相片喺文化大革命，全部同學都知道我有呢啲嘢，我成日要搞出嗰啲風趣手嘅嘢出嚟，啲相片咧嗰啲名牌啲書全部交翻去俾劇團啦，咁劇團都交翻去冇人領喎，即係冇人領我，不過做反派你一派我一派，知道你一年繳你上去。全部收喺戲院舞台嗰個底下嗰個地下室嘅文化革命差唔多結束啦，尾聲啦，我爬入去地下室，我揾個飯嗰個將嗰啲書全部都爬入去，帶翻屋企，轉咗幾次地方，我驚死人哋嚟抄家。咁我自細對啲書本嘅知識我都好重視嘅，即係講話你唔係講文化，因為讀書嘅時候咧喜歡睇書。新華書店就係我嘅圖書館啦，因為我翻小學經過新華書店，我必定每日提前半個鐘頭入去新華書店睇小説睇書。當時嗰啲雜誌《新觀察》、《旅行家》、《知識就是力量》，我成日睇到好嘅書，我攝翻落去個櫃桶底度，下次再嚟話嗰條走咗，好自私啊！
記得我嗰時就睇過馬師曾嘅戲劇生涯，佢自己寫，佢自己嘅。當然寫馬師曾戲劇生涯，後來我而家揾都揾唔到呢啲事，但我都覺得即係嗰時我都未學戲，但我都覺得冇乜料到得咁同人哋感覺幾好，即係嗰時我哋嘅認識咁啦。咁就講到咧，最後咧一直到咧1970年文化部，我投考戲曲理論，因為我想致力於戲曲理論。我今日講粵劇演員養成記，好重要一個就係我話要有呢個戲曲理論，所以我要讀呢個戲曲理論啊，戲曲理論呢個你考得上呢一科咧，就係狀元探花馬講大。全中國當時同佢講8000人參加，我呢一個科目係8000人考試，3000人第二輪出去廣州考試復考，廣州復考完，最後唔知50名上北京考，個自考官收4名，自考官俾我哋壓價。咪喐唔同啊，喐九號啊，同埋李志偉嗰人，因為佢哋已經係7、6、8啦。你響戲曲理論啲老師學跟佢兩個人，佢亦都帶唔到多學生，你話係做年探花講啊。當然呢個落選咗啦，我哋就唔得，因為你都冇咁嘅根基㗎。不過你憑你一股勇氣，你希望自己去做嗰樣嘢啫嘛。咁所以咧，但係佢雖然我考唔到，但係呢個對我，因為我自己致力想研究呢樣嘢。所以對我以後喺戲曲表演之中，粵劇表演之中，呢個影響好大。好啦，講到呢個之後咧，我哋講翻我哋養成記呢10項目標啊，做粵劇演員，我嘅體會嚇，唔一定係全部人嘅體會係咁樣，呢個係我嘅體會。第一，如果頭先睇到有啲唔同嘅嗰度，係啦。堅持一個宗旨做粵劇演員，呢個宗旨係咩呢？一切從美出發。你保持呢個宗旨，你做大戲，你所有嘅嘢你表現咗出嚟係要美，美大家個概念啊，即係要靚。咁當時一直以前咧對呢個美嗰個概念咧。點樣美啊？大戲又夠威夠猛啦，即係又好睇啊，唱得好聽啦。但係如何提升到美呢個概念唔夠清楚。後嚟經過一位老師嘅睇法，呢個老師呢度好重要，佢叫做孫傑。解放前佢就讀杭州美專，杭州美專喺中國個文化史上呢個學校好緊要嘅，出好多猛人㗎。杭州美專讀完之後咧，但係佢讀完美專畢業咧，佢致力於話劇表演，可以再去到廣州戰士話劇團擔任演員做戲。文化革命後期之後，又將佢哋掟翻去茂名同呢個圖書文化館度做嘢。咁地區知道有一個咁嘅人，就將佢挖咗出嚟同佢哋拍戲。今日講到戲曲嘅美學，到佢聽完佢呢個課之後咧，一直咧我都係對呢個嘢美學係再睇佢先而家。佢話加上嗰啲中國戲樂嘢係混合嚟，粵劇嘅美無處不美，樣樣都係美。曲詞美，你個化妝要美，你個戲服美，你個道景美，個佈景美，你個神韻要美，係嘛？一係喎，都諗係喎，從美出發。若果呢個唔美，拋棄佢，要靚瀟灑啊！即係講你排一個戲，從佢服裝同佢到你劇本嘅選擇，同文字嘅美結構嘅美。從呢一個宗旨出發，你抱住呢個宗旨，你一定要呢個戲排得靚、身段好、唱功好，呢個一個宗旨啦。你一學戲想排
新年嘅咧，你要即係我話，當然係老師要指導下啦。咁你試想下，戲曲嘅文字幾美啊，好多佢唔使唱你都感動嘅嗱。咁啊，琴日啱同一個朋友唱緊歌嘅時候，我就同佢講起，其實好多文字，即係唐滌生嗰啲文字就唔再講啦。即係最簡單講，我一句反善而講啊，國亡念國亡，家破父死啊，咩會腰啊弟利，幾個字就講咗幾個人死係嘛？佢啲文字嘅結構都非常之精闢啊！你聽翻有時比構我入心，長亭送別嗰條反善而亡啊，足丁中我張温上去考試啊。客店要早頭，嗱四時要加衣，咩變冷變寒嗰種叮嚀，嗰種對丈夫嗰種關懷，你喺度，你就係唱出嚟隨意啲旋律，你好感動嘅，即係我就好感動㗎啦。但係當你投入，你唔研究，你又不一定有咁嘅體會。所以講咧，第一個宗旨我哋一定要一切從美出發。要抱定呢個宗旨去研究呢個劇。好啦，我哋第二個內容維護兩個原則，一定從美出發。咁我哋要維護兩個原則，係啦，冇錯啱。第一個我哋要講無情不成戲，呢個戲你冇感情。呢個唔係戲喎，你望住咩嘛？妻啊！你好似無關痛癢，呢個誇張啲就咁講。但係你講到真實，你就有感情。你有感情，你先有戲。無情不成戲，即係你記得兩個原則：第一，無情不成戲；第二，無技就不成藝。講藝術，你冇技巧。唱嘢你又反腔調，所以就你胡哩馬茶係嘛行無規冇矩嘅，咁你冇個技巧冇個技術，你邊能夠提升到藝術？所以講我哋要兩個原則，維護兩個原則，從美出發維護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無情不成戲，一定要揾情；第二個無技不成藝，你冇技巧你點成藝術啊？你啲筋又打得靚，啲把子又打得啲係嘛？唱嘢要感人，嗰啲全部都係你個藝術，都係有你個技術通過學咗技術提升嘅嚟話藝術。所以呢個講呢個第二個原則，無技不成藝。第一個記得落住一切從美出發喎。第二一定你要維護住你呢兩個原則，你接個戲。第一你要記得你嘅感情嘅投入。第二，你要練好你技巧，呢個文戲你要練好，所以就你啲身材嗰啲步伐要偏要行得規矩中規中矩，咁所以你先有維護住呢兩則，要練好呢個嘢。好啦，第三個努力編織三條線，咁呢啲咁嘅素材咧，都係我通過學習人哋啲前人。睇嗰啲書啊，有關戲劇理論啊，認為有用，吸收咗我。坦白講，你邊個人唔係睇人嚟嘅啫？你自己憑空生得出嚟嘅，生唔到出嚟㗎嘛？你一定係向人哋學習過啦，老師教過你，或者向師傅教過你。編織三條線，第一條線就係你感情嘅線啦。你所講話無情不成戲啊嘛，你一定要編織啲感情嘅戲。感情嘅線係點啊？未出場，你已經帶住啲情緒出場。一陣咧，我會將到最後先咧，我用羅邊巴嘅時候，我會分析，即係用我呢個見解融入呢個戲，融入呢個情色裏邊點樣睇？無情不成戲。講到呢個感情呢，就係要講到你嘅文學修養。因為你要研究出呢個人物，佢經過啲乜嘢？呢個人，比如講
周世賢經過啲咩？做咗狀元之後，國破家亡，蚊到隨街飄零又切斷紅線啦。佢用個啱二嗰場出嚟，佢就係已經係即係無態嘅時候，即係到似自己應該點做咧，一種失望。你一定要理解個感情，經歷咗咩？呢場戲佢而家出嚟做咩？佢任務做咩？應該點樣做？即係嗰時我哋偷睇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所講，呢個劇本俾你就係規定情景，呢個劇本已經規定呢個情景。盧安州呢個綠燈上有打敗仗出到嚟，規定嘅打敗仗嘅目的係咩啊？叫個老婆走人，盧安州捱唔到幾耐啦，所以戰敗出嚟到羅貝走羅邊花一個好狼狽，即係好貧民即刻落馬咁啊！已經老婆你快走，唔走就唔掂㗎啦。規定嘅情景，你唔好能夠你如果都唔知嘅規定情景有啲規出嚟做咩？叫老婆快走。盧安州我哋大家都唱好多，你如果唔了解嘅，當然好多人都係知道打敗仗就出嚟啦。但係你係帶住呢個情感上場，你做呢個戲唔同喎，你出嚟嘅效果唔同喎。如果你一出嚟你就係大隻眼咁，你知，你要自己心裏面嘅感受，環境嘅險惡，老婆走就死㗎啦，細路唔走就死啦，帶住呢個情緒上場，呢、個就係第一三條線，編織好你感情嘅線，出到台口，你未見觀眾嗰一剎那，你感情嘅線已經編好啦，一直維繫到你整個戲，你入到翻去，你先可以咁樣懷疑。你個感情唔斷嘅，你保持呢個叫飽滿嘅感情，就係、是、你編織。見到老婆又點樣？老婆叫你帶細路走又點樣？即係你人哋點樣講，你點樣答，你點樣諗，呢都係你編織感情嘅線，呢係第一條線。呢、個感情嘅線編織得越好，你個戲越細緻觀眾會睇到感人。呢個第一個。三條線，第一條線係感情線，用你感情嘅線去支撐你整個動作，跟住落嚟。行為嘅線行為線即係你嘅身段，你做戲嘅身段，你係咩人物嘅身段，出嚟走路翻張大扣咩，都係規定緊嘅。你個行為應該做咩？係小生你做小生，你出嚟救火又唔同救火，你出嚟請佢飲又唔同，請你遊花園又唔同。所以呢個行為嘅線，用感情嘅線支撐住你行為嘅線，你個行為嘅線先至會更加準確。當然呢一套好多時我哋粵劇嗰套程式係老師傅教落嚟嘅，水波浪啊、七彩頭上啊、中反上啊、或者慢反上，係呢啲係老師編埋落嘅身段。但係你有呢個情緒，用呢個程式你就會唔同啦。所以咧，行為嘅線，如果講嘅行為嘅線就可以硬件，你動作感情嘅線就演睇見啦。你行為出嚟咗，我羅邊話出嚟，你啲身段係嘛？或者慢你唔當定㗎，你個個撐嗰啲小姐出嚟又唔同啦，黃寶錢出嚟個慢板組又唔同啦，係嘛？咁呢啲就喺你個行為嘅線係用感情去支撐你個行為嘅線。比如我黃寶錢啦，一個亮相，嗰對眼就好渴望咩啊？薛平貴去咗咁耐都未翻嚟，忍唔住啦，開個竅門出，又穿咗個竅門等苦樂，再一望，都仲未見翻嚟，再入翻竅，即係呢啲我隨便舉個例咁啊，即係講話感情嘅線支撐你呢一種動作，開竅門出去睇，你歡快睇佢，風花雪月呢個又唔同喎。盼望苦樂翻嚟又唔同喎，係嘛？咁所以講呢，第一感情嘅線，第二就
動作線，動作線咧就老師啊或者師傅同你編排，你應該點做呢個水友應該點樣發，應該點樣做呢個山應該點樣走，老師教你動作線，動作線咧就要賦予感情落去。好啦，第三條線。暫時揾到唔緊要啊，第二條跟住落去第三條。之前好多你走雞唔好講啊，旋律嘅線，戲曲好有特點，佢自己一套嘅旋律，旋律嘅線，即係講你係咩鑼鼓、咩音樂出嚟，呢個係你嘅旋律，亦都係時間嘅規定。呢個長度，呢個音樂咁多長度，你就必須喺呢個長度度走完。當然，隨中有呢個。活動句啊嗰啲啦，嗰啲係另外一件事啦，即係我哋可以有啲申訴，但係你必須喺呢個時間呢裏邊規定到旋律嗰先，噔啦，你嗰個慢做，或者你逼喳你打啲攞牙兒落咁，你必須規定佢做嘢。喺旋律嗰線裏邊，將你自己嘅心情或者係你個歡喜嘅心情或者憤怒嘅心情展現出嚟，嚟配合呢個時代。咁因此嚟講咧，你呢個人物出場咧，必須要似嘅有三件事：對呢個唱腔要發熟，對呢個音樂鑼鼓，特別係戲曲裏邊嗰個鑼鼓，你對嗰個鑼鼓掌握得唔好咧，你又掌握唔到呢個節奏。呢個音樂咧，呢個腔調嘅音樂咧，又係呢個時值又唔啱。當然冇話練好到甩曬把嗰隻另外一回事啦。旋律嘅線都係用感情嘅線同埋行為嘅線，用感情支撐一套完成你自己呢個表現，就係呢個旋律唱咗嚟嘅啦。三條線啦，咁呢三條線咧就係感情嘅線，佢係指導行為嘅線，展現出嚟俾觀眾睇。旋律嘅線就係我哋喺旋律規定嘅時間裏邊，我哋做就係咁樣。感情嘅線，你記得係非常重要，佢就係支撐你個動作。你個動作冇感情，你個動作咧就係人哋就即係覺得係做咗動作，你唔得投入，你攬得自己做。所以呢三條線，即係第三步到第三條線。第四樣，四功五法。四功即係講我哋通常好多人朋友都知道四功五法，手眼身法步，唱到亂打手眼身法步。咁呢啲咧可以冇再詳細講。唱功簡單講唱功嘅唱到亂打好多唱功係自己講嘅仲好，唱到就擺二唱為首，擺頭先因為舊時咧。包括京劇咧，或者粵劇最早期咧，係去聽戲，京劇都係而家講係去聽戲，喺茶樓度聽戲，所以佢哋習慣聽戲嘅啫。以唱為就聽你點樣唱。咁你見到好多時舊嗰啲茶樓嗰啲做戲，嗰啲戲台都係好細嘅，佢係聽你老倌唱。我哋學戲時，師傅就講啦：你唱好啊，唔唱好啊，講呢個笑話，我講咗從藝66年啦，講咗66年啦。一唱師傅講，一開口你就唔見咗18000啦，即係你一出台一出嚟你就唔見18000啦。我問師傅點解唔見18000？我訂你呢個老倌嚟做戲啊，個底薪係20000銀㗎。點知你一開口一唱嘢又走腔又唔啱版，又冇感情緒，即刻唔見咗18000，值2000呢條。咁咪呢個唱嚟講，所以唱功係非常之重要嘅。特別後期，當話後期都講話楊百喜用聲音同唱腔去塑造人物啦。其實呢個又係即係講到唱嘅，或者我可見嘅音樂嘅重要。唱腔你將先難唱得好就咩咧？佢係一種你可以聽到，你睇唔見摸唔着，你唔知道喺邊度發力㗎。
唱嘢啲錯誤，我錯誤咗，起碼20年之後都慢慢明白嗰啲。我哋嗌聲時候點嗌聲？我哋劇團係有啲竹聲嘅，竹聲而家同朋友冇乜概念㗎啦。不過老咩聲？舊時講咕喱台聲嗰啲叫竹聲咁大支竹聲㗎嘛，劇團就必定備有3、4支嗰啲竹聲，因為嗰啲你拉箱去邊度，嗰啲箱咪全部自己抬㗎嘛。朝早話啦，竹聲頂住嗌聲啦，何車何車，呢個竹聲頂住，聽唔聽到？應該聽到啊。你做咩用？咁佢話你要用土力喎，揾個竹聲頂住，你用土力。我一錯誤理解就你錯誤咗呢樣嘢，頂住佢隻肚，撐大隻肚，我同個竹聲鬥你㗎，何車？呢個非常之錯，自己唔知道，即係好似佢發力你用土力，揾個土地頂咗。實際唱嘅佢個土力個概念唔係咁樣嘅，佢係一個反作用嘅，你係未收緊個氣往上提，上前講位置得高音，弊塌咗落嚟，一冧咗落嚟，即係。經老啲老師講嘅塌方塌啊塌，京劇佢哋講唱嘢斷嘅啫，的起身一提着唱嗰啲聲音，你要吊起身嚟唱，你唔係放開啦，咁就冧啦。因為我另外又有一個點解我啲聲音後生嗰時期唔知嘅時候上唔到去咧，特別喺夜班嘅時候上去。粵劇好興講係堂音，你啲聲音夠唔夠堂？我成日散唔堂，所謂堂即係講呢樣，即係中低音好。所以有羅家敲做堂啊，悲夜風裏玉雲香笑，即係你偏走去嗰度咧，結果你個聲音調低，到攞高音嘅時候，你高音唔好，就冇經老講啊。提着走啲聲音㗎啦，佢唱歌嘅嗱就你摸唔到嘅，但係你聽翻新聞係講啊變咩流啊，詩人愁，佢係的起身嚟唱嘅，即係咁樣的起身嚟唱。咁後嚟到蔣燕紅嚟到呢度講過之後，因為攞個音高嗰啲嘢咧，因為個僆仔嘅時候我不知佢好聲嘅，唱馮二玲嘅時候自恃自己以為好聲。係唱 E 調嘅，我哋嗰時僆仔嘅時候，即係你而家我粵劇而家唱 C 調嘅，我仲高2個調係 E 調嘅，對風都唔知疲勞咗咁嘅聲，入世都有幾多，一直用到當我轉聲嘅時期就剛好就要把氣演出，要把氣演出咧，你用嗰種死嗌咧，你嗌唔到嗰啲音嘅，嗌唔到啲音咧，你而且要夾粗嗌咧，你越嗌就越衰啊！到最後咧，坦白講，有時你唔係講話個個人一樣，你萬追求咁咧，我哋老師咧為咗佢解決高音，總政文工田嗰啲人，如果係湛江去福建翻嚟，又請佢哋教佢哋唱歌，廣州音尖啊、黃寶嗰啲啊，放喺我哋又叫佢聽㗎，同你個橫格啦，等佢哋橫格。好多時你又揾到，所以成日揾自己橫額我吹嘅橫額，本來係似氣嘅，但係你吹嘅落去，吹氣啦咁就變成即係個氣個方向唔啱啊！所以咧就呢個嘢咧都係自己一個誤導，自己對呢個唱功嗰個誤導一整咗幾十年。其實最好個辦法勤力唱，你唱得多，不過你要動腦，你點解呢個唱得唔好？其實係一個反對咯，你嗌嘅時候咧，佢下邊啊，你個位置往上走揾個音啊，沙擺咩啊？個音往上係放高，你嘅意識係提高嘅，唔係沙擺咩啊？個聲音咧就真係冧咗落嚟。佢雖然講唔着，但係最緊要一個係多唱，你多唱你自己想去體會嗰個聲音。個位置啊，呢個好重要。
咁樣你就會解決啦。唱用竹聲咁樣發咗你，自己以為橫隔定打橫開嘅。咁老師唱，其實咧，我哋細路仔嘅時候，老師同我哋唱歌上功課咧，第一要求我哋板準，第二啱線，啱線。有咗呢兩樣之後，你先講感情。你一出到嚟唔啱線呢，即係話冇牙過簽針啊，唔咬線啊，咬唔到線就反咗啦。唔啱板啊，床底下破柴啊，撞板啊，嗰啲都係以前老師同我哋講啲實際嘅。唱歌難亦幫助細路仔聲調到啊。細路仔聲。以前我哋劇團裏邊，我哋定音就冇定音器嘅，佢用乜大嘅嗩吶啊，好多中間嗰個一支河啊，第二嗰個即係用呢個當傻音嚟叫一支河，用對上嗰個。第二個字咧叫做二指河，第三個手指叫做三指河，即係醫療啦。即係我哋講唱醫療啦，而家我哋私療啊，私調升級啊，D 調再升級啊，醫療啊，即係比而家仲高。如果香港人升 C 唔係 C3，即係升高半個調啫。但係嗰陣時我哋僆仔唱係唱粵劇係咁樣定調噶嘛，因為佢以前。傳落嚟啲講嗰啲咧，又係同北方同嗰個漢劇啊、咩南宋詞啊傳落嚟啊，嗰啲咧都好有味啊，所以跟翻啲漢劇啊，或者係呢個徽劇啊，嗰度就翻嚟。好啦，唱歌講嗰啲就講做咯，做用手啊，做。到底停順便講嗰啲仲係，我最近睇到一個視頻，我唔敢，我又唔知佢對啱，不過以我經驗，我咁做就唔得嘅。有人講佢話係揾單，早上起身唔小便，發力唱嘢，等得學出去。肚臍對下第四個手指嗰度係單田揾嗰個單田，哇死啦！即係冇嘅，你咁揾個單田，即係其實講單田嗰種而家係好多老師同我講話3個手指以下，不同幾多個手指以下，即係你肚臍對下嗰度嗰下邊嗰個單田，應該我諗個單田係指一個範圍。佢話你唔小便啊，仲唱啲黃標出嚟，你就感覺嗰個單田嘅位。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天方夜譚。我話你早上起身呢個上洗手間嗰度，你唔開好大件事喎，分分鐘個尿道發炎啊！其實真正我哋唔俾我哋去小便咩咧？我哋練武功，師傅就係咁對待我哋噶啦，拎啲牌刀，只仔起床啪啪，每日我哋係起唔到身嘅，係瞓到，因為每日太疲勞練功。好攰，瞓到僆仔細路就係因為揾嗰啲排刀一個刮刀點去拍，其實你打你就好錫嘅。一床之仔仲咁瞓啊，一瞓就叫你落翻落床下邊就係掌上壓谷耳，定喺嗰度，定到你全身都出汗，真係流個人形出嚟啦！嗰時先開始俾你細路間，嗰時去細路間都冇料到。但係呢啲嘢咧，佢都係種即長輩傳落去，到我哋都話我哋偷偷地行，都唔理老師啦，老師亦都知道唔得㗎啦。即係呢樣嘢其實即係冇可能啊！你咁樣做唔得嘅，你咁樣做邊得？你忍大小便你點忍得到？係忍唔到嘅，忍無可忍。好啦，做唱做要打翻我哋講做就係表演你個身形要舉手，一舉手一投足嗰啲就叫你做咯。做即係講話你身形，你而家我哋指你我他來去且，即係呢啲就做嗰啲。呢啲咧就你跟佢老師表演啊嗰啲咧都好多會有跟得到，但係所有嘅都做。
你都係要用無情不成器，你一定要用感情嘅事去支撐你我來去他。比如講你呢個蒙生講你花旦睇到靚仔，你眼放光啊，亦都鬧嗰個採花茶，佢都係要用感情支撐你呢個戲先至有戲，所以引證翻我哋無情不成器，你一定要有情。咁呢個就係你個行為嘅先啦，你個行為嘅先就指佢啦，係嘛？你個感情先就嬲佢，你錫佢話咁係白馬王子啊！咁呢個就係做裏邊都係要感情線。咁啊呢個輕輕帶過嚟念講口白，白雪仙女士睇咗佢嗰啲講啲説話有時中意嘅識得念口白，識得做戲，呢個又係千真萬確嘅道理。因為你不同嘅人，你自己檢查下你自己，你鄙視嗰個人做咩啊？我唔知啊，做咩啊？我幫佢講我聽，即係你不同嘅態度，你講咗個口白，你呢啲念白就係你個戲啦，又係用感情支撐，所以念白講得好念白，即係你對呢個人物有研究，呢個規定嘅情景係個咩嘅情景？你用個咩速度，用個咩先去講？呢個就係識得念白，識得做嘅。打就范麗咁講啦，你打就係通常我哋講打就打靶子啦，打東牆打對拳啦，就插手跳嗰隻。打靶子又係一個即係好繁複嘅，好有講究嘅，練好多基功。打靶子就提腳走，身要靈活，你要記。特別你講話做一場大戲，我哋粵劇嗰啲靶子係少，但係京劇總之我哋戲曲都同不論京劇粵劇都係戲曲。你睇一個魏良一個長板坡，睇一個黃立軍一個戰手。一套可以打成30-40套靶子喎，你記都記死你啊！邊個人上嚟佢同你打邊一套，佢點樣落場下邊你接邊一個？特別你有啲過位你都拋苦嗰啲踢嗰啲嘅，記錯我哋就唔得啦。所以唱到點打，簡單講佢呢度啦，唱到點打，手眼身合同，手眼身合同，手就指手啦。手裏邊咧，我哋用到手裏邊好多手嘅動作手眼身法圖，手眼身法圖，手指啞鈴掌啊、連掌啊呢啲啦，連掌門掌啞鈴掌蘭花掌嗰啲都係個掌式，佢啲都係一種硬件，但係即係配以呢過緊咩人物，你哋用咩掌？老生係點啞鈴掌小生係點花旦又點？呢個就係用一個掌就好易帶過啦。手眼，觀眾睇呢個戲就睇呢套眼。你嗰個眼冇神，表唔出嘅戲，你呢個戲就唔好睇啦，係嘛？亦即係又歸翻見我哋講你編織感情嘅時，呢個眼係心靈嘅窗戶。你個眼講，人哋講話花旦我眼識講話嘅啫你即係睇頭先講話，穆桂英見到楊宗保咁靚仔，都暈晒浪啦，或者係嘛，或者啲好多文戲裏邊嗰啲咁嘅情景你大家都在意，呢個眼係最重要。眼你能夠表現得準確，就係你內心編織你嗰條感情嘅線準唔準確？規定嘅情景，你見到呢個靚仔牡丹亭，見到呢個柳夢梅，又係一種咩表情咁即係理解呢個劇情規定嘅情景，個情景呢個情景係你哋花園中發夢見到呢個咁嘅環境啦。我想寫
眼身個身係我哋手眼身法部，係我哋嘅總指揮台嘅。手眼身法部裏邊喺氣功之中，佢仲有好多個要求啊，比如講眼隨手走啊！佢點解要眼隨手走？你如果眼隨手走，指東打西，眼人未來咔嚓的嚓。觀眾中國嗰啲氣功嘅術業，佢有根據㗎，佢唔叫做眼盯手走，眼隨手走。呢個眼隨手走引領觀眾嘅眼光，欣賞我呢個動作。我指一嘅，未來咔嚓的嚓，前面是什麼什麼，前面是高山。你個眼睇出高山，前面是大海，嚓嚓。你又要睇到海，你冇呢個感情對呢個劇場冇理解，你講呢個口話，你打唔到呢啲感情，冇用，睇唔到。所以講咧，變成嘅角色，第一個咧就編織好你感情嘅先，知道規定情景呢個人物係點做。當你做嘅時候，你有咁嘅咩奶近，前面已經係火勢沖天，你用個動作即刻逃命帶領觀眾嘅欣賞，而且有呢個感情。你用所謂美嘅動作，戲曲嘅美動作，舉手舉臉，一咁佢油炸蟹嘅身嘅，怎麼演啊？油炸蟹，我哋戲曲食條油炸蟹㗎嘛，你必須要抱現收腹提氣啊！男生跟住個女生嘅踏步式，係嘛？呢個按掌嗰啲舉手抱現，一招一式佢係有講究嘅。啊！喺啲戲曲嘅範疇，仲有一個指點上，呢個指點上咧喺我學學當年咧，我自己感受，師傅同佢講理解呢個指點上，對我哋係最實用實用。但係好多學戲嘅朋友咧唔理解㗎，即係佢理解到你一定做得到㗎，即係理解嘅嘢你咪一定做得到嘅嘢。即係我曾經問過我哋啲老師。何為正面相？好多老師答案都唔一樣。其實佢哋講一正一反嘅道理，喺我哋上面講，當你站相亮相嘅時候，你全部一邊倒嘅時候咧，就叫做冇指面相啦，係咁啊！即係你咁啊，我低嗰啲冇力，明唔明啊？你走冇力喎，你有啲指面相空面嗰啲，有出。佢呢個指面上45度，空向呢邊，腳向邊，頭手向呢邊，就空另外一個。我低，咁啊呢種指面上，如果你低，任你學你個威都冇，呢個具有挑戰性啊！你嚟啦，嚟我就砌低啦，係嘛？呢個指面上喺我哋嘅表面裏邊，除開你知道呢個手位點喎，你做一個指面上。仲有一個眼隨手走，眼隨手走之外咧，而家講翻戲曲個表面嘅程式咧，嗰啲細節嚟嘅。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前先後，欲後先前啊嘛，明白？你想指右邊，欲右先左，經過左邊再去到右，明白？欲前先後，哎呀！量子叉佢係咪欲後先至再前啊？欲前先後點咯？哎呀，欲前先後，佢只係呢一個反差響戲劇裏面造成個效果。即係我哋練氣功嘅時候咧，師傅講啦，你啲手咩眼隨手走，欲左先右，欲前先後，嗰啲基本法則啊。亮相時都指唔上一定奇好啊！你就算小生仔都係佢都有個身體同個頭向嗰個比例。咁呢個就喺手眼身法部嘅造用裏邊結合起身，眼又講，手又講，身又講，佢係一個整體。
你呢個咩人物配合啲老生人同小生人唔同，冇生人都講噔噔你噔噔你噔，老生在真心意，心意都撐黐台都撐差得近。如果小生嘅心意，佢邊度文友啲咧？所有演出，除開你感情之外，喺戲曲裏邊一定要提戲。提戲係咩？就係簡單一句講，就係你哋我哋讀小學時有體育課，你都立正，你都佢呢個就收腹提戲啦。你個肚未收腹，老師教我哋初立正嘅。腳掌咬實地，膝頭向後靠，臀部未收，腹部未收，胸部放鬆，雙眼有神，充滿朝氣。你感情嘅線嘅編織，不論你老生、小生、花旦出台，你未見公眾已經開始睇戲，感情嘅線已經準備完成到你入翻去，你先至可以將呢個戲放鬆翻。同埋你個感情先，你個腦開始休息，你呢個人咪完成咁多，按照擬定嘅道路編排好。呢個收腹提氣非常非常之重要。不過其實嚟講，你做嘅冇邊樣重要，你缺一樣你就衰㗎啦嚇。咁你話你做乞衣做八一公你都睇冇錯，黑衣公就睇黑衣公老實的茶啦，其中呢個就提氣，你個鬆下嚟咁佢就似現實嘅老嘢就咁行，但係收起個腹，你咁行，佢花旦又係的叉叉就已經係提氣，文武生就係的叉叉咁呢個就提氣，收腹提氣係我哋整個喺表演之中不可忘記嘅，一定要堅持到底。我哋師傅嗰時同佢講。我哋湛江以前有一個文武生比較有名嘅，過咗身叫丁錦圖，後佢尾後嘅時候去咗三藩市，我喺三藩市就彈過，佢當時啲戲非常之好，咁火爆啲小武戲，但係佢有一個壞習慣，佢你俾人講佢都講唔掂嘅，拆殺呢個人啊，的拆佢呢度好威風喎，未入到場啊！嗰啲師傅反覆叫人哋睇丁錦圖，你睇丁錦圖佢爭兩步佢唔做埋嗰度，佢自己諗鬼咗，佢唔知係慣咗點解。我哋去睇武松大鬧獅子樓嘅驚魔嗰啲，我哋去睇師傅睇佢真係冇辦法，即係你破壞咗呢個形象，縮到去唔見觀眾，你先能夠放鬆嗰個。你做武生做花面，你更加要提氣啦，一定要提氣話，呢個花面你提氣係一個氣場，你出台小生花旦係進入角色嘅狀態。如果你辛苦提氣，你優秀又好，你都係進入咗個氣脈，頂你嘅腰啊！呢個人你點解冇辦法精神？呢個冇事你冇心腹提氣啊，即係。你就係、你成個人物冧鬼咗落嚟啦，係嘛？你一收佢睇，我點辦呢？如何是好？你文武上啊，收腹提氣呢樣嘢係你由始至終一定要收腹提氣，呢個又係感情嘅先收腹提氣。不過再講咗個冇個邊樣嘢唔重要嘅，樣樣嘢都係咁重要嘅，就要你。肉食嘅要訓練成一個好嘅演員，必須要你飛腿前展咧，嗰啲就唔再講㗎啦。右腿踢到飛大跳，呢個最後又講翻到半個小時。四公五法講到四公五法，六欲七情。當然六欲七情呢個咧，我係。有時自己作嘅啦，即係人要你冇辦法講嘅問題嘅。
呢度乜嘅都其實都話，因為黃賭毒愛現時，黃即係講你邪啦，賭又貪食貪毒，嗰啲最鬼吸毒啊，愛現時愛你，即係呢個慾望，邊個慾望嗰點咧？你做起人你遇到好多咁嘅，有時你玩到最鬼，有時你玩吸毒到最鬼。真係一吸毒你去唐人街睇你睇，嗰啲咁嘅你所以叫你揣摩，你去研究，唔係叫你深入去，你真係想研究人哋點樣吸毒，你真係吸你死，你睇佢大咩叫大佬，係嘛？嗰啲你做戲嘅人，你就要揣摩生活，去體驗生活，人哋睇到喺嗰個實驗有個。情緒記憶、情緒借用，即係睇到你最係咁樣。嗰啲賭徒啊咁樣，最貴係咁。愛好容易啦，每個人都好容易愛啦。你心目中愛嘅人，不過又咁講，俾人愛過嘅人，佢對愛仲敏感啲喎。而嗰啲細路仔，而又出生喺嗰個家庭。充滿暴戾嘅父母總利義嘅，俾人哋嘅成日黑打佢，佢對愛嘅概念好少。不過當然佢一感受到俾人愛嘅時候，可能佢又好感動愛意佢做咗咁樣。愛面前即係講話我，因為佢哋做戲之中啲情感，舊時我哋師傅就講10大表情，你要練點啊？奸人邪盜惡咁你嗱，中國人咧喜怒哀樂。間中狂，間起，有冇搞錯啊？你咁樣嘅，咁都得，怒啊開，我落間，即係我哋都係研究揣摩係中正氣凜然，一心為我中啊。狂，呂布嗰啲又狂啦，不再話曹操嗰啲又狂，係睇回嘢啦。因為有電影你睇戲劇睇，現實生活中你都好容易感覺得到。咁但係你呢個人物係咩類型嘅人物咧？即係講話，因為你做戲點需要用到呢啲表情，所以你做演員咧就要研究呢啲表情。所以我自己確定係你研究陸玉咧，我可以。喺個 YouTube 喺嗰個公告嗰度揾出嚟，講陸玉即係講啲身體嘅舌口，係講你個觸覺嘅，因為你舌口咁你唔夠陸玉啊，身體嘅觸覺、眼嘅視覺、鼻嘅聞嘅嗅覺啊、耳嘅聽覺，佢所講嘅陸玉係身體嗰6樣嘢嘅，係咁樣嘅。咁啊，但係我哋講喺現實中，我哋做戲呢種好多時會出現，所以你做養成一個戲功演員咧，你必須研究啊，將研究陸玉真人切開出嚟。好啦，八方用會，觸類旁通，因為你做一個演員，你必須要頭先我所講嘅養成你接觸，你多方面吸收入面。琴棋書畫，個琴我自己喜歡拉小提琴。點解我喜歡拉小提琴？自細嗰個體育老師拉打緊啲嘅輕片，哇！嗰個好得意，好得意。實際最重要一個趙丹嗰個聶耳啊，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嗰個聶耳啊，佢有一個鏡頭，佢喺個窗唔企咗喺呢個就係哇係好用，佢呢個鏡頭對小提琴嘅興趣，咁所以好有幸我就嗰時3蚊工煙儲夠10蚊，居然俾我執到一個10蚊嘅小提琴，歡喜咗佢。文化革命3年把我縮喺地下室裏面，喺度拉琴，一落嚟琴棋書畫啊，點講呢風扇啊，好多嘢啊，捉棋我最冇耐心。其實捉棋就係可以訓練你嘅思維靜心嘅觀念，但係做戲人比較狂躁啲，激動太多，唔激
唔起嚟嘅，所以都即係講琴棋書畫，通常我哋講師傅講我哋琴棋書畫你樣啲學啲啊，咁琴棋書畫啲我哋對棋就冇乜講究啦。書緊要啊！你睇小説，好多營養，好多個過程、人物感情，你小説度睇嚟。文化革命我睇到本書，唔知係1678年啊，定係1578年描寫法國大革命。哇！我睇見呢個寫法，佢寫一個場景。一個商船駛入咗港口，好似商船，其實呢個商船裏邊已經係佈滿咗火炮嘅，改裝成其實係軍艦，即係1640幾年嗰度係軍艦。軍艦之後咧，夜晚嗰啲人，我大概講個意境咧，偷偷上咗船，上咗船之後咧，半夜開船，開出嚟靜悄悄離開港口，佢原來要出去攻打人哋。使到中途要狂風驟雨，乒乒乓乓狂風驟雨。好啦，因為佢嗰啲炮全部咧就係、改裝啊嘛，臨時上螺絲啊嘛，突然間遇到10幾級嘅風暴，將嗰啲大炮全部圈翻入啲螺絲上緊，其中有一口大炮，相緊嗰大炮就變成一個狂奔嘅野馬，將幾十口炮。經過嗰邊嗰個大炮，嘣過嗰邊，個風過過嗰邊嗰個嘣啊，將全部嘅大炮毀埋。咁最後咧負責上呢口螺絲嗰條咧死身佢攬住總之撳住啦，再控制住個大炮，但係風也停咗，咁啊，但係啲大炮都完咗。喺開船之前，有個人身披斗篷，黑斗篷。咁啊走上船，嗰啲你睇小説你就通過小説描寫你嘅想像喎。頭先我講到嗰啲大炮筒咧，有個人好陰沉，披條黑袍行上船。咁旁者個寫過呢個就係未來嗰個炮嘅個頭目，嗰個係領導呢個頭目今次行動嘅人。係落正之後，拉開人上嚟。佢話：你雖然最後即係話呢個做咗出嚟，你雖然係搶救今次大炮，未有講雖然，你今次搶炮救呢個大炮有功，封俾你咩鐵騎士乜鬼嘢嘅獎章，封言俾佢之後，哇嗰個上鬆個螺絲啊，好歡喜呢度啦。但係你個過失，今個計劃全毀，你必須受死。即刻槍斃大炮，故事未了喎，繼續行一路去到目的地之後，嗰個船經唔到嗰個大炮撞擊啊，未到目的地就沉咗，所以咧就上救生艇，上咗救生艇之後咧，嗰個未來教子個披黑斗篷嗰啲坐上去，咁有個水手查得船啊，叫佢坐救嘅。游到嗰個船站咗，離開咗個沉船，嗰個救佢嗰個水手拎支槍嚟指住嗰個教子，我就係俾你處死嗰個人嘅大佬，你殺死個大佬，我就要打死你報仇。咁嗰個教子好鬆容，你打死我唔緊要，整個法蘭西就冇。我哋今次行動嘅程度，呢個細佬錯誤，我俾咗獎佢啦。佢嘅死係罪有應得，你打死我都無話可説。哇！嗰啲場面，你個想像我而家講嘅少少，因為我哋通過我哋做戲咧，通過聯想情緒嘅記憶，你就會你個腦可能會描述呢個情景出嚟，係咪啊？呢個我哋呢個教派研究呢個領導人咁樣處理事，即係呢個事對我哋印象好深。咁再一個咧，琴棋書畫嘅曲藝歌壇嗰啲，後面有幾個咧？講故事喺站房有講故事嘅，講故事佢個花名叫單眼仔、孔雀啊！呢個另外一個呢個
人先講埋。我黐線。我有個時間掣喺度，講到4點就收。單眼仔，我哋細個時候一本十年代係冇娛樂嘅，嗰個單眼仔呢就又係講我哋個雞嶺西山公園，佢係講故事嘅。哇！佢呢個講故事呢仲生動過我講呢個《西遊記》《封神榜》《七俠五義》呢個所有基本上嗰啲古裝嗰啲打鬥戲呢，我全部係喺雞嶺度聽佢講過嚟嘅。佢隻眼就單單嘅，非常之。你受到個啟發係咩？當我做完戲回想翻嚟，聽單佢一個人之力講晒嗰個故事，翻天覆地打鬥嗰啲嘢，佢將呢個場面嘅描述展現喺呢個眼前。啊！睇得我如痴如醉。當你聽得好激動之後，各位對唔住啊，我仲要養妻活兒嘅，幾多少咧？呢幾日要大家訂翻多啲，跟住又講翻啲收益喎。係啊，大家都聽過1丈2尺3，我哋究竟我成日細個時俾佢1丈2尺3，究竟要唔託福咁準啊？下次你又1丈8尺4，然後隨口而噏。但係最緊要嗰個受佢啟發，佢描述呢個場景。佢一個人之力，你就聽到啊！你整個咁龐大嘅戰爭，《封神榜》飛天遁地啊，孫悟空《西遊記》啊，《水滸傳》啊，講到咧，有時講到啲有啲鹹濕啲嘅情鬼靈怪啊，不自己生道，個單眼仔係去到文化館都有機會有冇咁生道，所以即係呢度講俾大家聽咧，只係講係要借鑑嗰啲藝術。琴棋書畫嗱呢個張偉光先生又係我之所以要講出嚟嘅咧，阿 David 有冇翻唔翻得到嗰幅佢寫嗰幅字啊？哦，有啊，個畫嗰度有2幅字，即係古人哋講話，我哋就聽人講寫蘭亭序啊，寫蘭亭序嗰時候點一齊飲酒坐落。咁當年1970幾年嘅時候，唔係再遲咗。停一停呢度都得，翻一翻頭條嗰張啊，呢個我翻呢個嘢咧就呢個謝偉航送筆記簿喎，1959年嘅，即係倒過嚟褪落去呢個好嘅，褪落去落走，唔使放大，褪落下一幅，好啦，得唔得？冇咯，下一張啊，下一張或者上一張。一張嘛，前一張啦，前一張啊，係啦，嗱呢個當時講唱歌，我哋講緊唱歌，我哋講係還原得啊，當時我哋抄咗啦，即係講要頒獎，我要做個好榜樣，政治文化藝術強，學習紅磚有方向。建設中華國領導我應該當即係我哋嗰時咧，即係講學嘢咧就係用個手抄字，師傅練咗你背嘅，你自己抄落筆記本㗎。咁你有呢本筆記本，呢本筆記本送俾我個朋友咧，佢就係為到湛江樂器唔夠1年，花滿酒，捱唔到湛江樂團廣州仔落嚟。佢當晚2個人走害到我，佢喺我度瞓啊嘛。咁佢走我都唔知，第二日啲人咁啊，半夜執鋪蓋走你都唔知，冇走翻廣州話我包床咯，唉死啦，吞佢死貓。嗱，再有一幅，我唔根據順序講啦，我只係俾啲嘢你哋睇咁解嚇。講到個抄曲。我哋嗰時學習咩啊？而家有影印機，又有紙張係大把，係咪啦？嗰時我哋抄嗱，呢啲係自己手抄本，呢啲紙係咩紙啊？馬蜂，而且劇片個劇本
冇用㗎啦，我哋將倒翻嚟，將佢反翻嚟，佢嗰邊係劇本㗎喎，嗰邊係劇本，我哋執嗰啲舊劇本嚟，嗰啲影印之後，將佢翻翻嚟再抄。佢呢邊就係油印嘅，即係再生紙劇嘅話，啲劇本冇用啦，我哋拎翻嚟就抄嗰邊，而家叫我睇有啲問題，即係舊時抄係咁樣學戲㗎，冇話影印嗰啲曲本冇嗰啲㗎嘛。咁呢白嘢我調前講，當我喺澳門做酒樓嘅時候，初去羅家寶寫信介紹咗俾何賢先生介紹佢馬仔酒樓環球酒樓，咁我做個樓就每日晚上收咗工之後咧，一睇打雀局，我就負責睇雀局咧，我就將日頭嗰啲茶客抌低啲報紙，我全部執翻嚟，因為我睇到嗰啲資料咧係非常好嘅資料。所以10幾本嘢咧，全部係我剪報嘅，我剪報紙，即係報紙有關戲曲嘅嘢，我先寫落嚟喎。我先指落嚟。最初就係覺得好珍貴，就用麻雀台嗰啲紙啊，呢個麻雀台啲雀紙剪成一本，到最後我覺得佢太重，我10幾本呢啲嘢，就報紙連報紙。報紙連報紙等等，報紙連報紙等等，報紙連報紙，聖神連同我以來係馬師曾經靈王之子啊，既南北太金報紙白雪雪永成任野為，即係全部都係呢啲嘢，我全部都係呢啲嘢，我真係可以夠膽講，我從來66年，我係同你講，我未有一日。我個腦筋離開個粵劇，我唔係唱緊嘢，我就係聽緊佢，我唔會話冇收咁咪好悶。唱嘢睇電視睇嗰個劇集，即係睇嗰個戲曲片，自己一接到嗰個曲你就唔高。以前我哋行街都拎把線啊，把線就好基本嘅咯，揾線啊。咁呢啲就題外話啦都係唔係題外話，都我66年，即係我10幾年我冇帶嚟俾你睇，全部都係呢啲㗎，即係從來啲報紙人寫戲關嘅話，好珍貴，你嗰啲揾唔到嘅呢個講到之所以個藏品節那時咁多嘢，我有呢個係用呢一種紙抄曲㗎。1965年我記得有張咁嘅海宣傳單張而黃字寶所嘅收字，呢啲係我自己演出嘅，更加收到呢啲係59年嘅嗰啲非常之珍貴，需要好粗嘅紙質，但係我唔捨得嘅喎。之所以個粵劇展覽我就收起呢一紮嘢，收翻。好啦，講到哪裏先？哇！仲有10分鐘。簡單講啦，時間急8方融合，即係講結合所有你所認識嘅詩畫、睇畫睇嘢，咁我結合起上嚟就咧，創造呢個角色更加好。張繼光先生寫俾我嗰首詩，就係大家去到惠州演出1970幾年，有一個叫陳安邦係音節拉二胡嘅，佢可能係世家子弟，去到佢嗰間屋企咧，有啲寒窑好似清朝時候嗰啲古董咁啊，佢惠州市嗰間，我哋去到，佢就請張繼光咧嚟，我哋同人哋去飲酒食飯寫字。張繼光先生，我叫佢寫幅字，我哋都唔知㗎邊個寫咯。佢寫幅字，攤開度，我又唔知佢寫咩字，大家攤開，定神一諗之後，甜蜜，即係好似雜馬一啖，
流水行雲，最後喺個頭先嗰幅畫裏邊咧，就尖似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後來我先至知道佢呢一首字好珍貴嘅，係雙城做嘅學生，而家係中大嘅教授。佢寫呢首字正式係定實嘅，最後寫個山字，真係話寫字書法而係同嗰種氣場咁緊要嘅。再一個，我繼續講下 David， 你同我揾出嗰個老師嗰個先傑寫嗰首詩嗰個節醉裏貪歡笑嗰幅字出嚟，應該喺連續畫度，係啦。前邊，去翻前面個畫嗰度。畫嗰度。啊，有啊。睇得有冇？冇，我喺後邊，再後邊，係，到啦，停，倒翻上一頁，嗱呢個張貴光寫俾我呢幅字，最後寫個山字，佢係一氣呵成嘅，我哋眼都大。李太白是海城同志，呢個係咪熟詩啊、索詩啊定係咩講嘢啦？貴光，中大教授㗎，1970年寫俾我。好啦，接翻呢幅，即係應該下一幅嗰啲。嗱，呢個就頭先我講先傑老師嗰即係我話佢係杭州美術學院畢業嘅，跟住就係去劇團嗰先。佢話呢一首詩詞，醉裏且貪歡笑，要愁打得功夫近日，似覺得故人思信知，全無是妾。昨夜巡邊醉倒，問從我醉何意？只意重動，要來扶，以手推從入去。説明講咩啊？寫出醉態，佢話寫呢個字，佢話辛棄疾呢首詩描寫嗰首詩出嚟，寫出戲劇嘅動作。後邊就寫醉態、醉心、醉眼。最易似寫戲劇嘅片段，寫詞寫了演劇，似屬小演。路不已向海城藝藝雅靜。我就係講第一個同我講戲劇美學，一切意味嘅呢個老師寫咗啦。咁佢通過佢同呢個講呢幅，所以我呢幅嘢好珍貴，我擺咗喺個女度嘅成件佢咩都冇掉啊！呢幅歷史岩前我想講過啦，擺喺美國我有位佢影到上翻。一陣我用嗰首詩，另外一首詩我即係表現個小品嘅。最後時間緊迫，大家集中精神嘅。呢個做戲嘅觀眾互動啊！今日呢個講完，最後久歸一，何來久歸一？第9個問題。一個宗旨兩條線路，三編織三條線，四功五法，六欲七情，八方融合，最後久歸一。你今日嚟聽我個課，或者你邊日喺戲院睇過嘅戲，我最後所有嘅動作、個表情、個藝術，全部要歸一送俾你哋。所以我成日同學生排戲。你做戲嘅時候係個觀眾做啊，唔係你兩個人真係夫妻談情喺度講啊，你談情喺度同觀眾講，大眼嚟啦！你真係乜，你真係好啦，成日都顧住觀眾，所以你做戲一定要向觀眾做，就算係旁遮都係，全部人都聽到係同佢做戲嗰個聽到，我話係啊，我可笑到其差一樣嘅，即係做戲嘅。最簡單嘅例子，三叉口黑所有觀眾燈光火著知道啦，但係做戲嗰兩個明明見到我到面之後，都佢兩個唔見我，戲都變咗，呢啲片就表俾觀眾睇。
場嘅共鳴好重要啊！你哋咁用心聽，我越講就越內勁啊！即係起翻到講就上身啦，師傅上身，京劇嚟講就禮節啊！久久歸係點啊？最後咧，你成功塑造一個十全十美，所謂第10項十全十美令人可信嘅觀眾喜愛嘅角色，所以我將我自己養成呢個粵劇演員養成記，通過呢10項，即係我自己66年嘅體會，係經過咁多嘅體會出去，自己有咁嘅想法。好啦，而家時間緊迫，我又講過另外一個話題啦嚇。呢個養成記呢個話題完畢啦。講到粵劇嘅羅變花，呢個羅變花粵劇羅變花叫做係真係喺我做咁多年戲中，到呢個羅變花咧，我就最中意睇、最中意研究人哋嘅飲水。殺中妻，殺中妻嘅規定環境，我哋講過規定情景，老媽子叫佢唔死就我死。吳漢內唱一句：步步為家經堂望。嗰句手環已經唱出嗰種悲涼嘅情景，無可奈何嘅心態，步步為家，行一步都困難。經堂望。羅變花，叮叮叮，嗰3下定長廊，山雨欲來風滿樓，唱演嗰首話呢3句3下來，感覺到一場風暴即到。觀眾冇個感覺，你傳遞呢個信息，步步為家，經你個聲音幾好，翻到幾高咧？翻到去痛我叮叮叮3句定長攞之後，跟住係排山倒海，所以我講之前係山雨欲來風滿樓，排山倒海，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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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咪排山倒海啊？3字，你呢個出場，你有咩技術呢？如果呢個腿好，砰呢個腿一抬出嚟，已經抬到呢啲，已經攞個彩啦。咁你睇李秋怡佢哋有呢個，你睇殺中妻度，所以我話我每日都係睇戲嘅，你呢個腿喺呢度啦。咁佢歐海明咧，佢揸把劍出嚟，啷攞把劍。又係一個意境，但佢個扮相我唔同意啊！李秋怡嗰個腿我開唔到，我哋咬自己尾出嚟，佢好矛盾，個心情好矛盾，佢呢個愛定愛咩啊？我開一步，你要賦予感情佢，即係我頭先講過。你帶住感情規定嘅情景，你要做規定嘅動作，速度撐，都撐，你個心開始抖，撐，可以撐咗撐，斬釘截鐵，要去唔去老媽子死，衝上去入經堂撐，嗰個老婆對我咁好，我點忍心殺得佢？又退咯。呢個意思即係講你要賦予呢個動作感情。我做呢啲即係講你有感情同感情帶嘅戲，感情嗰條線動作先就係羅變花。佢呢個退你用咩感情？我不如翻去見老媽子，可唔可以唔殺佢？
唔得啊！老媽子講我5間佢唔死就講住死啦，佢鬥錢如何斬釘截鐵唱咗句驚濤之尺，遙遠似登天呢，頭都沉速不沉。佢呢個包取法，最主要我就講路邊花嘅好用。佢呢個感情係咪感情？嗰條線路邊花動咗嗰條線，喺呢個路邊花路嗰裏面規定呢個情景完成呢個路邊花。已經將呢個戲劇嘅矛盾呈現咗出嚟，殺老婆，最後結果老婆自殺，老媽子又自殺嘅結果。所以呢個戲《路邊花》嘅張力非常之高。舉呢個例，只為印證我講嗰十項情啊，3條線感情嘅線。動作嘅先同埋旋律嘅先係體會呢樣嘢。好啦，講完呢個咧，仲有幾多分鐘？得㗎，快啲，即刻整一個劍舞。我就係孫老師講嗰邊後，我用佢另外一首先，阿David打出嗰個破陣子嗰度，主要講咩咧？即係講你如何創作，講個小品，做個小品。我哋中國人嗰個詩詞嘅概括能力好多裏面嘅。我用個小品，佢寫咗個最意最態，我就根據佢呢最意最態，我編另外一個破陣子。如果熟讀中國古詩嗰個醉裏挑燈看劍，夢回號角連營800里，有冇呢個係啊 ？OK， 夢號角路遙800里，分揮下場52花賽外星，沙場秋點兵，馬在敵路飛快，弓弦霹靂連經，烈卻軍落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神。倒翻嚟對對唔該，係啦。嗱，我分解下你呢個動作。如何同佢呢度吻合呢？第一個醉裏挑燈看劍下，呢個已經醉啦，飲酒挑燈看劍，呢個劈上去挑燈拉翻嚟看劍，夢回號角連營，佢呢個挑燈。夢裏看劍，呢個拋翻劍，夢回號角連營，吹號角連營，記住號角連營下。下面嗰句咧，我曾經誤會，後來喺 YouTube 睇到解決咗。佢800里，我以為話800里分麾下，即係以為啲士兵走咗800里啊。佢原來800里唔係啲士兵。係牛啊！800里係指牛，800里分章殺嗰隻牛去，揮下場，火燒烤啊！揮後就到咩啊？50煙反塞外聲，一彈鐵琵琶聲。沙場秋點兵，佢醉啦嘛，練鬼點啊？好啦，馬作的路翻嚟呢邊，馬作的路，馬作的路飛快，弓弦霹靂連經。要卻君王身後事，贏得生前殺後兵，可憐白髮生。
哇！結束。琴晚先編好嘅啫，琴晚先編好嘅啫，因為近日比較忙。好啦，咁呢一個咧，大家掌聲咁熱，做多套。OK， 你畫個詩詞，超前畫藝術文㗎，跟佢個回憶嘅寫時候同埋詩詞呢個角色。可以後生嘅，可以係老人家。老人家熟悉長江水道，後生仔係身壯力壯嚇。噔咁長，前前百里錯於民間，翻身上線，千里光領一日晚開闖咯。劉敏飛，走，兩幕迎聲，太不知，輕舟已過萬重山。你立志後生時喺戲曲裏面揾出我哋戲曲嘅理論啊嘛，自然是他嘅。咁啊學咗呢啲小人，你就從中國詩詞裏面大把從前明月光，在床邊依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婦女。咁已經係一個小品簡單嘅。紅姐，多謝主席啊！好啦，多謝各位啦嚇。多謝都話唔啱啱多謝到我哋包埋多謝頭嘅咁多嘢講好歸一，係你哋咁樣同學同志開好錢去嚟捧場，搞到我上身。